薛西弗斯的神話係一種思考，呈現出當人面對荒謬嘅現實時，會站喺一個點樣嘅選擇之前。薛西弗斯不斷將巨石推上山，但石頭又再次滾落。呢種重複，正正係人類存在所面對嘅荒謬象徵。人試圖尋找意義，但世界並唔會輕易將意義顯明出嚟。喺呢一個位置，人會停低，開始發問：點解要生存？呢種重複有咩意義？呢部作品顯示，當人唔逃避荒謬，而係正面去面對佢，就會開始認識到自己嘅限制。而喺呢個停下同提問嘅位置，通向存在根源嘅道路開始打開。因此，呢種思考顯示，人類理性承認荒謬嘅位置並唔係終點，而係一個新方向開始嘅地方。